律法司法分署有公务人员行底路防指控暴力的前署长谢基用今公也批过失礼，行政院长也批准劳动部长辞职。申报第二行政中心建案工地有吊轨落下来，害死的工人受伤，其中一个救无回来，市长还为下令暂停电杆，要追究责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咱的台湾队，甲这美国队拍败，那球员连这球迷观众，大家是拢真欢喜。队长陈吉宪和这球击着卡，第5局的时阵，伊是提早退场，接受治疗了后，伊就表示讲，球员感觉真正，那准备当明仔载是想要上场比赛，延续着这款的气势，继续摕到胜利。替台湾选手来集气，要拍败美国，当家具当外口的台湾人有够多，连日本的民众拢加入，家己做台湾上勇的步调。我们是从澎湖过来，我们本来来京都赏枫，我们刚刚新干线杀過來的。台湾が大好きな方です。比賽进前咧练习的时阵，台湾队的休困区出现一粒充气的18刀啊！原来这是郭俊麟收到要将送的礼物，中职的人员替伊加工，将2面的6变做6面的6，希望投手野手拢有等到6个时阵的好表现。结果全场14支安打，投手群拢总敢若落2分。没有特别想的，因为昨天的阴霾，然后再影响到今天的比赛，这样想要证明自己不是没有那么糟糕。一颗一颗投嘛，一颗一个来这样。因为家政学长也有跟我讲，一个一个来这样。相信我们的勤收嘛，然后去了解每个投手，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就是想出每个球路。我自己蛮开心的，因为其实自己有时候有幻想过会不会赢这些强国嘛。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做到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就像教练他们说的，我们写了一篇新的故事，然后新的开始。8比2大赢美国，不过陈吉宪复球牵着卡，第5局提前退场，赛后简单治疗，嘛是有正的感觉。主要是看明天啊，那明天如果还 OK 的话，当然就是我一定会想下场。那今天看到大家表现这么好，我真的很感动啊！就是在场下看也会觉得很激动。对于赛甲打手感上好的陈吉宪讲，只要状况会使，对日本一定会上场。还有2场比赛，大家爱趁这股气势来赢比赛。8比2打败美国，其实就像姜昆宇所说的，团队创造了历史。而23号晚间，中华队就要再次对上日本队。以上是公视记者林小慧、沈志明在东京巨蛋的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劳动部律法司法分署有公务人员行底路这个案件，被指控是霸凌者的前分署长谢基勇，今日是用这7分钟的影片，甲这死者的家属和当人会失礼。检调表示讲，已经有在咧调查，今仔日也指挥这调查局去到劳动部调资料。死者的家属也透过机关表示，希望司法替因找出真相。要为了北分署亲生同仁以及社会瞩目的案件，跟社会大众致上12万分的抱歉，非常对不起大家。龟山区乌山讲到后天会失礼，劳动部公务员自杀案发生到即嘛，互人指控是霸凌者的谢义勇，美真侪天总算向4个公务人员的家属，一家8分署当人会失礼，不过唔是亲身出面，是发布一个将近7分钟的影片。我要郑重的跟家属抱歉，我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在北分署工作，最后你们看到的是一个冷冰冰的遗体。我要郑重的跟北分署曾经因为我的沟通模式、互动的模式、情绪的管理所造成的不安、担心、害怕，我要郑重的道歉。这一部影片是晚了一点，但是呢，总比没有好。那么后续谢义荣前分署长他必须坦然的去面对，包含后续司法的调查以及行政的调查。因为这案各界正注意，劳动部表示依法定解相关人员，谢义勇即马开始停职，并移送监察院审查。若是新北地检署疑以家暴昏他日案，甲谢义勇列做被告调查，以渎职顶罪嫌侦办。日随指挥调查局去劳动部调阅资料，暗过无敲吹甲约谈。
另外，有民众持续伫劳动部门牌下骹大便条纸表达心声，高显五里会第一。4五公务人员家属是透过议员表示真感谢各界关心，对亲人过身真悲伤嘛意外，嘛想要知影伊到底伫工作场发生什么代志，受到偌尼大压力，毋知无顾亲人会毋甘。毋过目前已经进入司法调查，无方便对外发言，敢若望真相早一日查清楚，阻止霸凌事件搁再上演。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霸凌案绝对不后悔这条路，来看这总统赖清德是搁再为着这劳动部的霸凌案件会失礼，也要求讲着爱检查检办，幸予死者和家属一个公道。行政院长杜英泰也批准这劳动部长何培山辞职。不过这国民党立委是希望立法院就要成立调查委员会来理清真相。民进党团也表态支持在咧合宪合法的监督之下，继续来关心这检视这霸凌案。民众党团是呼吁讲，就要赶紧来通过公益亚强者保护法，才当避免这霸凌案互相暗护。首先，我要再度向日前离世的劳动部同仁表达哀悼以及不舍，向家属道歉，严查严办。还给离世同仁以及家属一个公道。赖总统搁再为前劳动部劳法署8分署长谢义勇牵涉工作上欺负案件系失礼，强调行政院已经采取果断的做法来进行处罚。那谢义勇2大高以上顶界，劳动部长何佩珊也正式核准。赖总统认为要避免相款的情况搁发生，除了中央带头，行政院检讨各单位这种反欺负的机制，地方政府也要同时来进行。霸凌是公司单位都要面对的严肃事情，中央政府要以身作则，同时行政院也应该要积极检讨当前各单位的反霸凌机制是否周全。赖总统强调，未来检讨法令，建立完善的制度甲顺畅的沟通管道，希望在阻止工作上的欺负。不过，国民党立委更加希望立法院会使针对这个案件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更加多真相。今天组织调查委员会是万分当中的无奈，但谢义荣他不出来，他不出席，他不接受调查，你能拿他怎么办？那针对劳动部这个个案，因为调查委员会势必是没有办法成立，因为已经有其他司法权跟监察权的调查中。立委吴主要认为，会使采公听会、听证会，也是委员会层级、议会层级的专案报告。民进党团支持合宪合法的监督检视，民众党团是希望促使公益甲法备案的人保护法过关。吴妈妈说：“政府不要再官官相护，还给我儿子一个清白，促进廉政的政府。”联能的政府，而且要提供揭弊者应该有的这个保护。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拢关心工作上的欺负，立委黄国昌讲，党团向台湾社会答应，本会期一定要通过《教法备案的人保护法》，和检举的人勇敢站出来。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劳动部这疾管署台北市这社会局的新长科也逼出着敢若有霸凌的情形，2名员工指控长官甲因两甲因妈佫会写公文，互因是压力真大。社会局的副局长是表示讲，已经启动这关怀机制，要和当事人沟通了解状况。上近这12月中呢，就有调查结果啊。他平常就是会恐吓我们，所以我们在做现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样是会觉得很激动、很害怕。可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站出来。特别若去上班，想到上礼拜顶司较袂着就发生地日子真歹过，互这边指控顶司霸凌的台北市社会局新庄科的职员情绪真激动，更加强要流目屎。他们对于新进同仁的施压是非常大的，很多人不到3个月就离职，就是因为每次都会被大声咆哮。然后摔公文就是从人手上接过公文之后，就直接，然后就丢到桌上了。有很多同事有跟我倾诉说，他们也是有失眠啊，然后晚上睡不好，都是从太焦虑的上班环境引起。有2位社会局新庄科的职员指控，因所属的顶司已经派声巴来指控部下工作做不好，影响别人。情绪激动时阵，也会写公文，互因伫上班的时阵压力真大。伫之前，伊也捌透过市府的 IRS 通报系统，也过因为无法度将申诉转到其他的单位，造成申诉无适当的回应。这回因由市员陪同开记者会，希望会当停止主管污言不对，
和这场的环境变得较优先。我们不能因为它是因为适用这个公务人员相关的法规，然后就因此剥夺他在职场上很多这些应该要申诉或是应该要保障的权益。有接获这样的通报之后，我们就立刻启动关怀小组来介入。我们也约定好，就是看什么时候可以来跟他当面的确认他的需求。所以目前我们在程序上面是完备的。台北市消费局回应讲，15接到通报了，一切当事人沟通了解情形，按算上紧伫咧后个月中就调查结果。调查期间，为了要避免影响心情，当事人会当用请假或者是其他方式来应应。因若职员指控的超时工作，目前消费局已经伫咧组织收编，希望以后的工作分配会当更加合理。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第2行政中心的工地今早起发生这吊杆断去意外，现场有4个工人受伤，其中1个送病院了后，有关是救不回来。新北市政府表示讲，去到现场发现讲，这施工呢是无做好安全的防护措施，会依照违反建筑法规定，罚施工单位还有减租钱。新北市长夏有奇表示，已经要求这施工单位停工，也要追究责任。工地现场当在做塔吊的作业，后一秒煞忽然间断气倒去，造成现场4个工人受伤。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人车过去救援。受伤的4个工人内面，有1个送病院抢救了后，嘛是不幸过往。意外发生的时阵，连附近工厂的员工嘛拢着青惊。非常大声，吓死了，真的很大声。重点是它还有很震动的摇晃，因为那个真的重力太重了。工安意外是发生在新北市3重埔中心路5段，现场嘛是新北市府的第2行政中心的工地，按算伫115年底完工，目前更固工程是进行到12楼。新北市政府表示讲，现场发现施工无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会照违反建筑法的规定，作为裁罚施工单位和减租人。塔吊转动的过程里面，它有倒塌的状况，主吊车不正常的一个倾倒，所以它才会去撞击到第2步。代志发生了后，新北市长侯友宜去工地现场了解状况，强调任何工安绝对袂当大意，要求施工单位立即停工。我们按照相关的法令，从重追究责任，并了解原因。呼吁说，我们新北市政府应该要上紧发条。第2行政中心都会发生了，那其他地方呢？遮乃会发生工安意外，还要等劳检处来调查厘清。目前这个工安事件，因为造成人员的受伤，涉及刑事责任，随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意外来看，这台南仁德的保安路和中立路口，当日做这安康的工程，今早起5点的时阵，才有可能是这地基跌落去，重机具起去去跌到剩下的顺班真悬，送病院了后，有关救不回来。这南区治安中心早起去到现场调查，发现讲这工地水道水管破去，才有可能是跌落去的原因，已经要求局部停工了。天也未光，台南市消防局就赶紧出动，因为仁德区成功里一搭下水道的工程，那像有人互机具跌掉咧。消防人员到场了后，发现到是一个剩下的工地顺班人员互跌伫地骹，赶紧调派大型机具来救人，不过救出来是已经无生命现象。那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发现2部大型的发电机，然后呈现倾斜的状态，然后将该名男子压住了。但是救出来的时候，该名男子已经呈现欧卡的状态。剩下的工地人员送医了后，有缘不治死亡。这个下水道工程以往伫暗时拢会派工作人员巡视，所以因为不明的原因，互机具倒落去发生意外。针对这件代志，南区治安中心伫咧22早起派人去调查，初步判断应该是工作站周边的自来水管线破去造成的。昨天到我们5点半、6点，我们下工，我们都有拍夜间巡视的照片，都是正常。不明的水源一直涌到我们的工作井内。我们夜班是一个，就他，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帮我们看一下这样。因为刚刚自来水公司来这边把源头那边的一个水阀水门关掉了以后，整个水就停掉了。所以大概初步判断，应该可以去确定说是自来水管线的破裂的问题。等那个整个开挖完、确认完原因以后，提出改善计划以后，我们才会准许他们再继续施工这样子。
自来水管线是安怎会破去？到底是人为也是地动造成的？也搁要等挖开才会当进一步来确认。也毋过，这个案场伫咧顶礼拜才发生，因为安全防护不足，互人下令停工，罚11万块。即摆又搁出现公安意外，目前是已经要求工程局部停工，等待事故的原因调查清楚了后，确认敢有违反相关的法令规范，才搁决定面怎处置。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有一个婚姻人，这个月16去到病院生囝，查某囝一出世就奉送去家护病房，想袂到半暝就来过往。医院的爸母执意讲，这医生有过失要甲救，再去这检察官检查了后，看这外观是无外伤，会来验尸了解死亡原因。来殡仪馆，查某婴儿爸爸表情沉重，陪同检察官进行遗体相验。本来是欢喜迎接新生儿，却变做爱替查某婴儿办后事。家属心情沉重，骂这个病院处理有疏失。他在接手的时候就已经有抢救一次，你抢救一次的话，照道理说，你要让家属签署一些同意书，你什么那个都没让我签，然后你就进行抢救。那我想请问一下，我跟我妈在外面等待等了那么久的时间，就是让我在那边等一个我小孩子。不是离世的消息，那对吗？家属指控产后这个月16到病院生产，生完查某婴儿了后，医生确认无状况，毋过无偌久，查某婴儿刷送去家护病房，伫隔天死亡。家属不满规个过程无人对家属说明，连查某婴儿伫抢救，家属嘛拢毋知，所以决定提告。本所依程序报请嘉义地检署办理刑事相验。厘清死因，对家属表示关心和关怀，家属这个走司法流程，院方表示尊重，然后也静待这个司法的调查。经过掌握，查某婴身体无明显外伤，家属同意解剖查清楚死亡原因。病院表示，产妇是足月生产，生来时阵初步检查状况良好，只是无偌久发现有各样，毋才送家护病房治疗照护。病院对查某婴死亡同款悲痛，嘛尊重家属的意愿，会全力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国际新闻，讲到美国总统的当选人 Trump 的司法部长提名人选盖茨之一直咧 S 病代表示，因为经济的问题，决定要提示这项任命案。落尾 Trump 就提名前佛州检察长邦迪来做司法部长，那准保以外应该会伫咧参议院通过。川普的司法部长提名人选前佛州众议员盖茨决定拒绝这项任命的消息传出了后，华府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大概接受访问时，看起来大家拢真欢喜，松一口气咯。I mean, there's a sense of relief about it, of course. I think he did a pretty noble thing, frankly, honorable thing by getting out himself. 无司法检调工作经验，也牵涉到未成年17岁少女性交易、乱用毒品、接受不当的政务，并且独立他人这一项丑闻的盖茨，要接任司法部长消息传出了后，那是民主党强烈的反对，共和党内部拢有不满的声音传出来。司法部的检察官因更加是感觉真惊甲生气。巴蒂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国安顾问的波顿讲，盖茨是史上上海的部长被提名人。也无川普的后生小唐纳川普是认为讲，这个非代表型的内阁成员，和华府建制派是真生气，多好显示伊的老爸选择，正是美国选民想要看到的变革。川普发文感谢盖茨过去8天以来，为着互提名通过所做种种努力，了后又搁提名前佛州检察长邦迪为接替人选。川普讲，邦迪有将近20年的司法经验，严厉处罚治理暴力犯罪，为佛州的家庭提供安全的环境。现年59岁，邦迪因讲是川普权力库仔内底核心人物之一。川普头一任期拄到的参议院弹劾案，邦迪就是川普法律团队内底一名成员。最近纽约的封口会改造商业记录的案件，出庭过程也拢看到伊的身影，也是川普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主席。也捌伫华府的公关公司工作，领真悬的薪水，替卡达政府科伊迪公司对未来游说。有了邦迪接掌司法部了后，川普讲要互政治好看的遐话，将会来实现。邦迪伫为川普的刑事案件来讲话，对主持案件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讲话也无客气。川普伫发文讲，长久以来带有党派偏见的司法部一直互当作是对付伊，甲其他共和党人的武器，以后无多管的做咯。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
乌克兰开始使用美国和英国提供的军事武器攻击罗西亚境内，因为总统普廷昨是证实讲，因要来试射新型的极音速中程弹道飞弹，佮在根据讲这战争呢要拖向全世界啊。乌克兰是外交部也批评讲，这罗西亚的举动袂输是北韩共款。就伫咧乌克兰动用美国的 Attack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也有英国的暴风影长程巡弋飞弹攻击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加库斯克州了后，俄罗斯总统普廷2月讲，伫实践条件之下，成功向乌克兰的涅伯城试射上新型的极音速中程弹道飞弹。Открыто, публично, без опасени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противника, также получающего эту информацию. Почему без опасен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средств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кому оружию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普京强调，安尼去做是为了要应对北约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因为进一步的部署将会看上新的情形来决定。这种名叫做真果球的新型极音速中程弹道飞弹，攻击的速度会达到10马赫，也就是10倍音速。到即马也无任何的防空或者是反飞弹系统会当甲伊炸落或者是反射。美国五角大楼讲，伫攻击进程无偌久，就接到来自俄罗斯的无线通知。I can confirm that Russia did launch an experimental 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 The United States was pre-notified briefly before the launch through nuclear risk reduction channels.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发文讲，俄军动用 ICBM 洲际弹道飞弹，表示这场战争的规模甲残酷程度已经严重的升级。不过，西方真侪专家讲，俄国所发射的可能是 RS-26边界飞弹新版本，伊的射程是无够洲际弹道飞弹的6000公里。乌克兰外交部希望国际社会随对俄罗斯的动作做出反应。Такі ракети такого типу, лякаючи своїх сусідів, лякаючи світ, залякуючи світ. Тобто можемо констатувати про деградацію Росії до стану Великої Північної Кореї. 另外，伫俄战争已經拍超過1000天，美國嘅民調機構蓋洛普伫今年8月到10月所進行嘅民調顯示，有52%嘅烏克蘭人希望會讓趕緊透過談判結束戰爭，只可能38%嘅人認為應該堅持戰鬥一直到勝利，比2022年時陣嘅73%加2023年嘅63%希望堅持戰鬥嘅比例是大幅度下降。雖然大部分接受訪問嘅烏克蘭人，依然是希望會當加入歐盟加北約。不過接受訪問嘅人內面，認為烏克蘭會當在今後10年內加入歐盟嘅，已經自戰爭嘅73%降到61%；認為會當在呢10年內加入歐盟嘅，已經自戰爭嘅64%降到51%。公司新聞張玉林編輯。真侪人出國度假，攏想要放輕鬆。毋過寮國這2禮拜發生人命外國遊客將可能去食到這假酒，率來死亡案件，這情形真嚴重。目前因是咧懷疑講，真有可能是啉到這有摻甲醇的飲料。過去2禮拜，寮國一個度假的景點發生一個英國女性、一個澳洲女性、一個美國男性，還有2位丹麥公民疑似啉假酒不幸死亡的事件。This is every parent's very worst fear and a nightmare that no one should have to endure. Drink spiking and methanol poisoning are far too common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So at this time, I would say to parents, to young people, please have a conversation about risks. 死者之一，澳洲的女性派旅客是对寮国城市运营转送泰国曼谷病院，了后救无回来，体内累积大量的甲醇，致使大脑肿起来。根据新闻甲其他游客证实，可能是啉到有甲醇的饮料。专案一开始是因为旅店的经理发现因无照时间退房，听讲因身体无爽快，目前也无清楚因是伫倒位啉到酒。Nhưng mà trong quá trình uống ở đây xong là khách hàng vẫn còn tỉnh táo, khỏe mạnh và đi chơi. 这款中毒的事件伫东南亚是通人知，尤其湄公河烟花较散食的国家。虽然外国政府伫这个所在有打啉酒的警告，不过有关有袂少攀野旅客参加聚会时无清楚风险，
根据无国界医生的统计，全球甲醇中毒发生率上悬的地区伫亚洲，较善食的国家，亲像印尼、印度、柬埔寨、越南甲菲律宾时常发生，尤其印尼过去20年案件上侪。这届寮国戒酒案发生伫云涌，是派亚旅客真接去的所在。不过寮国的执法资源不足，对食品甲酒精的标准规范无周至。一位驻寮国的西方外交官就表示，无认为是酒吧的头家恶意下毒。甲醇较俗，毋过真危险，当地阁有人咧偷叫，毋过教育程度低，政府阁监控无好，有人偷工减料，拢会造成真害的效果。公司新闻吴玲编译。英国的电信公司利用 AI 开发一种开讲的机器人，叫做戴氏阿嬷。伊的功能是用来接诈骗电话，甲诈骗集团讲东讲西，甲诈骗集团时间定调咧，互因无时间、无气力去甲别人诈骗。戴氏阿嬷推出了后，已经浪费诈骗集团过了8点钟的时间啦。It's nearly been an hour. For the love of gosh, how time flies. 英国上大的电信公司 O2 开发的 AI 阿嬷戴斯甲诈骗集团乱开讲1点钟，互诈骗集团是愈讲愈生气。这就是 O2 推出的 AI 开讲机器人的目的，用来浪费这诈骗集团的时间。有老大人定然是诈骗集团的目标，所以甲戴斯设计诚侪爱编辑的阿嬷，真机卡个趣味。电信公司讲，就已经接听1000多通诈骗的电话，浪费这诈骗集团几8点钟的时间。有一个歹徒甲戴斯已经开讲40多分钟，也无想要甲电话切断，也想要讲继续甲骗落去。The great thing about AI is that when it's talking to AI, it's not talking to real people and scamming them out of their hard-earned money. 真侪是个 AI 开讲的机器人，但是有的就是时间，24小时拢会接听诈骗电话，而且什么拢会用开讲，也会挑讲，莫讲这银行的口罩，也有信用卡这敏感的资讯，也是乱编这资料。电信公司会甲开讲的内容经由演算法分析诈骗集团定定用的话术，再佫提供给警方。研究专家指出 ，AI 技术只要一出5秒钟的语音，就使复制对方的声音的特点，而且相关的程度有达到70%。这项技术已经被公布了，要也恐惊变做2个 AI 互相开讲的情况。We need to consider the potential for an AI arms race where the people who are scamming and being baited use an AI to scam, and you end up with two AIs essentially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at war with one another. 不过有专家讲 ，AI 也有正面的影响，戴斯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Because while they're busy talking to me, they can't be scamming you. And let's face it, dear. 根据 O2 的数据显示，67%英国人讲烦恼真多诈骗的受害者，1/4的人每礼拜拢有做无同程度的诈骗。希望有更加多科技公司共同来投入研发，有效来阻止愈来愈严重的诈骗的案件。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头一回出访的行程已经确定了，在1月30到12月初6，会去到南太平洋3个友邦，马绍尔群岛、图瓦鲁，也个帛琉。有风声讲，这赖总统回来时阵会过境美国夏威夷含关岛，不过总统府甲外交部说是无对外说明。上帝赐给我智慧、勇气和能力，能够带领台湾人民完成3项使命。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总统赖清德表达希望会当照顾台湾2300万人的生活，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也个追求和平，甲维护印太区域稳定。因那赖总统上任了第一遍出访，7天6暗的行程，将会去访问帛琉、图瓦鲁、马绍尔群岛等南太平洋3个友邦。赖总统的核心目标期许希望达到3个永续：第一是智慧永续，第二是民主永续，第三是邦谊永续。2位是新当选的，1位是连任的。所以在这个时间出访这个3个友邦我觉得时机点也非常之好。赖总统的欢迎南岛智慧永续之旅，11月30出发，12月初3到马绍尔群岛。赖总统会会晤海尼总统，并且伫马国国会发表演讲，随时到图瓦鲁接受总理戴维利的谢见款待，不过未伫咧图瓦鲁过岸，最后就到帛琉拜会总统惠恕仁。也係伫咧帛琉國會演講，想要初6下晝返來台灣。因那團講佇來回行程，賴總統將會過境美國嘅夏威夷加關島。對此，總統府加外交部議員正保密。相關過境的安排我們都在
仔细的规划中。目前呢也不方便向各位透露，也利用这机会要呼吁那个中国啊，不要做无谓的干扰啊，发动侨胞。驻在地的大使馆也会跟当地的侨胞也好，跟当地的安全单位等等都会保持充分的合作。外交部也希望中国唔通接到这边赖总统出访动员进行私了。另外，这边访问团的成员也包括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外交部长林佳龙、侨委会委员长齐家清、海委会主委关闭岭等部会首长，一个基础医疗建设加气候变迁等企业界人士。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选罢法要修法，是打算把这罢免人数变更较严，要有身份证影印本的修法草案。有风声讲，国民党今仔日要来拼三读通过，民进党透早就来到机场门口等候，落尾拿赢考虑到这机场时间临时大动。事实上，拿赢的这修法版本，其中要一项就是这同意罢免的票数呢，要坐过当初选调的票数，那这部分民众党是表态反对。反对二修选罢法。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发起人温立向南北发声，拒绝选罢法修法改造罢免人数，爱护身份证影印本，那提高罢免难度，还有各自外泄的风险。本来还要再复印变80万份，再加上这个身份证影本，其实是有高达160万份。若以当年这个标准来讲，这难度不管是也造成了这个你个资泄露的风险，也造成我们联署上面的一个困难。因为罢免人数变严的选罢法修法草案已经超过1个月冷冻期，民进党团避免国民党团日立法院会变更议程通过。洪真汉透早4点半就到议场门口排队，7点1个到宣布进入议场，严防拿赢雄雄通过。急修选罢法、二修选罢法，他们之后到底还要继续蛮干哪些违法乱纪、哪些剥夺人民权利的法案？这个我们无法想象。不过，那也考虑议会干半天，还阁处理包含学生辅导法、税务税法、经济部长郭智辉调查委员会等，决定选罢法修法先打动啊。请民进党不用担心了哈，今天本党不会去做变更议程来处理选罢法。联署加严的部分，我们是绝对赞同，反对把门槛提高。民众党团认为，那赢另外一个选罢法修正草案，要甲罢免案的通过条件调悬到同意罢免票必须比被罢免人的当选票数较侪，即嘛并无适合。虽然那边伫选罢法修正无完全共款，不过立法院29个议会选罢法修法也是有可能上演表决大战。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着这少子化冲击，还有国际半导体政策，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的中华大学证实讲，当日进行这合并计划。中华大学上紧伫114学年度停止招生，伫咧确保这老师学生权益袂受到损害情形之下，会把这校地捐予清华大学，使半导体学院培育到高阶人才。等两间学校的校部会议通过了后，就停报教育部核定。国立清华大学伫2016年甲国立新竹教育大学合并，即马佫传出要整并私立中华大学。伫这个学校设立清华冰峰科技园区，两间学校拢证实确实有这个代志。消息一日出来，中华大学学生囡仔拢正面认同。蛮好啊，就有面子哦。有个人叫我读哪里，我就说我读清华。以立功起家的中华大学，伫1990年成立，因为少子化冲击，招生困难，国家台湾半导体产业已经有全球科技战略地位。政府推出土地苗大设局计划，清华大学看到中华大学挖境特科，会当做半导体人才培育基地，所以双方接触讨论整并。中华大学董事会2-1投票通过，上紧114学年度就会停招，后续会甲校地甲财产捐予清代，那现有教职员至少会延聘6年。清华的半导体研究学院，然后设在这里的话呢，它一定可以发展成一个国际级的高级人才培育的重镇。这件事情呢，能是一个创造一个3赢的局面。透过这一次的合作，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人才培育的机会，跟产官学合作的一个平台。学校内部呢，也需要有相关的程序跟讨论。所以这只是我们开始的一小步。
清大校方表示，现阶段会先进行校内师生校务会议讨论，若是两间学校校务会议拢通过，才会听报教育部来决定。中华大学是强调，停招了后会停校，即马的学生囡仔拢毕业了后停办，师生的权益无受损，希望达成3赢局面。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棒球12强超级循环赛，今仔中昼台湾队对战美国队，尾下台湾队以8-2的分数拍赢这美国队。除了有热情的球迷拼起日本小天以外，台湾各地头也袂少这大型的转播活动，亲像这中华县政府伫咧县立美术馆头前的转播活动，就成真侪民众做回来看比赛。现场还佫有传这烤肉饭、爆米香，要互大家食饱有气力，大声替台湾队加油。囡仔人欢喜甲跳起来，比出胜利的手势。世界棒球12强超级循环赛，22即天由台湾出战美国，台湾选手精彩的表现，以8-2的分数拍赢美国，球迷拢真欢喜。大家拢是100分的，无人咧99分的。今天赢美国11年首胜，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前进冠军战，耶！今天我们发空霸本哦，赢就送哎！明天我们很期待说会发什么东西呢？让我们继续赢下去。世界棒球12强循环赛，中华县政府伫县立美术馆头前举办转播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看比赛，挺台湾。现场嘛袂少青少棒队的学生来替家己喜欢的选手加油。我喜欢的球员是陈杰宪，因为打击的动作足水的。我家己嘛拍棒球，所以要甲台湾加油。拍棒球4年因为我有兴趣才会来拍棒球这个机会会使来看这棒球比赛，真好。这次活动，然后可以让我们的选手有更好的经验，透过荧幕，然后去了解中华队他们的一些临场反应跟表现这样子。台湾刷落去伫23暗时要出战日本，阁有24上尾港的比赛。中华县立美术馆头前拢有转播活动，现场也会传食面，互大家有气力，大声替台湾加油。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公司台基台已经5年啊，明仔载暗时6点呢，要伫咧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举办迄时即时想当时演唱会，感谢乡亲一路陪伴台基台成长。现场演员用搬戏的方式串联故事，也有10组的歌手上台演唱，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入心肝底这条台语经典歌《天顶的月娘》，资深音乐创作者潘宏烈作词作曲，龙子嘛有柔情的一面。潘老师做的歌，逐条都感动人心。还有台语歌坛大家称呼漂亮宝贝王水霞演唱的《用心等待你》，同款互众人听甲耳仔啪啪啪。公司台基台庆祝开台5周年，特别办演唱会，感谢乡亲朋友一路的支持。5年前台基台开台是伫咧基隆港边，即阵转来南部，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23暗时6点，迄时即时想当时演唱会，免费互民众来听歌。5周年呢，我会当来参加到即个迄时即时想当时的演唱会，我感觉足幸运的。感谢恁的支持，感谢恁的爱护。这是咱的母语的，袂使去互放袂记哩。加听台语歌嘛是一种方法。其实即马有真侪少年囡仔吼，去做台语歌吼，会拢真好听嘞，吼，袂输阮这老板的嘞。5周年台庆演唱会，毋但有高雄独立乐团、石勇武士、彭顺杰、王玉君，也阁有黄灿良等等10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阁请演员黄尚豪用戏剧来串联所有歌曲，就那一块卡拉放的拢是咱人生的迄时、即时、想当时。记者民警罗维泽高雄报道。
高雄呢有一搭这轿车的停车格，互居民占掉的是用来披衫。警方接到通报了后，来现场甲因看到。另外讲到这屏东荣总病院外口的这自行车格啊呢，遮侪人当作是奥多摆停车格，就甲停伫遮。荣总表示讲，会甲这警示的字做较大、更较明显的。停车格停的毋是车，是拍衫的格啊，互人看一个公面。高雄凤山一个汽车停车格，长期拢互附近的居民占用，无所在停车的民众不满起海。警方日到场抗道移除，无得照道交条例开发。在道路堆积、置放、足以妨碍交通之物，除责令行为人及时停止并消除障碍外，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若是高雄屏东荣总病院外口人行道的停车格，是互奥多摆停甲满，但斟酌看涂骹黄字写的是脚踏车专用，有点不太明显。我们通常都看到白色格子的停。民众认为这黄字无够明显，老大人若无斟酌看，会准是机车格。恐惊就会妨开600到1000字违停的罚单，这个讲是老大人的限制。虽然讲边仔都有收钱的停车场，但是看医生的民众大多数拢是老大人，有人看到停车场的立钱机对袂晓操作的老大人无优先。因为迄个操作足歹操作的啊，出去足不方便的。买立钱的较歹操作。所有的环道都有用黄色跟蓝色的标示来标注这个自行车专用道的车格。那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再演绎用比较显著的差异颜色来加强告示。严总表示讲，这脚踏车格是照立建筑自治条例画，为了避免奥多摆规停，已经伫车格边仔立警示牌。警方嘛提醒骑奥多摆的，莫规停伫个人行道含脚踏车格，才袂阻碍通行佮防罚。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的保育团体专工带囡仔去到新竹动物园，透过活动来熟悉各种动物的代志名，也要提醒这些囡仔兄囡仔姐保护动物的重要性。看卖这间好大的所在内面有啥物物件无？石头、树啊。囡仔用台语回答动物园内面有啥，佮透过观察，甲看到的物件写出来。说动物园讲台语，唔那趣味，又佮提升囡仔学台语的兴趣。动物其实是囡仔做介意的，系啊，这囡仔介意的动物，咱有老师来带领囡仔其实会做无形当中，就会使佮较明白这动物的台语名。伊会感觉较自然毋是讲咧强迫伊爱去接触台语。因为囡仔因为伊其实拢是惯习讲台语，所以对伊来讲，其实参加台语的活动是足自然的。主要是要互囡仔来动物园内面看看，这个动物伫内面是带了有关系无？阮会分组互囡仔去家己去找找，用较生活化的方式，互因去用台语去认捌动物园内面的物件。新竹本土语推广协会推广母语，特别带囡仔来新竹动物园，除了用全台语紹介動物，也互大家認捌動物園內面動物所在的環境，希望在保育中創造出講台語的環境。平常時攏是帶囡仔聽故事啊，無就是入來動物園安尼細節就出去了。今仔邀請到一個老師，伊就會使甲囡仔做伙用討論的方式，大家會使更較了解動物。对，囡仔學台語嘛會使較順的安尼。主辦單位指出，透過趣味活潑的方式，讓囡仔在自然的環境學台語，唔那無壓力，更當營造出輕鬆的台語互動氣氛，效果確實袂歹。記者狄君豪新竹報道。台南有國小在咧推實實用教育，不過這市區空間有限，綜合國小就結合到民間的資源，在咧校內用這個貨櫃厝當做這實用教育教室，要來教囡仔安怎家己煮食，也要結合母語課程，介紹在地飲食文化。學生囡仔食做總鋪西款料煮食攏無問題，今仔日因特別煮一出菜予大家食。這個環境若無講，也準是佇教室，其實這是貨櫃厝內面，因為校內空間有限，綜合國小結合公司資源，甲貨櫃厝打造做實用教室，甲健康飲食的觀念向下定根，培養囡仔食慾素養，教因安怎料理餐小食的觀念。款雞翅、魚啊，還有高麗菜。咱教囡仔來做烹調，促進伊伫厝裡嘛會當親子做伙來煮食咱家庭的和樂以外，囡仔以後若出國來講呢，
相当重要，因为恁国外食的习惯，所以若家咱家己煮的时候，下口味，佫会当结交足侪国内外即个好朋友。这间合作满心欢喜的教室，唔单单主教的功能，学校嘛成立课程推动小组，按算每第5、6年来安排问题导向的学习课程。另外，伫校内的台语课嘛拍破英国的教学方式，实际教囡仔来这认捌国际的相关俗语。教室上台语课，我感觉足无聊的，但是伫遮上台语课一边煮菜一边台语，我感觉真正足趣味的。伊每一个礼拜拢有一节课，会使互伊来遮简单，伊希望讲伊伫毕业进前会使煮一个便当客啊，等于互因老爸阿母。物件好食嘛，要注重咱家己的健康。台市教育局首创中岛前5分钟的影片，由营养师开发计共152部影片，用趣味的方式来宣导正确的饮食观念。校方讲未来嘛结合这，甲食育教室发挥到上大的功能。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对于伫咧台湾的新住民来讲，煮好食的故乡料理，也是怀念故乡的一种方式。嘉义县社会局以食食文化做主题，邀请新住民的家庭做伙来煮这故乡的料理，把这过程翕做纪录片，除了鼓励新住民朋友，也要互大家熟悉因的文化。那煮料理，那讲迄当阵拄过来台湾的故事，纪录团队用镜头把这个内容翕落来，准备要来做一出纪录片。希望鼓励其他的新住民会当勇敢来展现因的传统。有在来台湾是24年了，可是我的梦想也是很想要让台湾人接受到我们柬埔寨的美食。我很喜欢做料理，虽然我知道料理做得很辛苦很累，但是是我的兴趣。为着要鼓励嘉义县的新住民会当尽量来参与社会，嘉义县社会局配合内政部移民署，邀请10外个新住民家庭，用分享家庭食食的方式。唔但互因讲家己的故事，嘛互人知影新住民伫台湾会拄到的问题。我们的姐妹不同的文化，它也可以代表我们一个家的传承。那我们会希望把这个意义带进去我们这个影片里头。嘉义县社会局表示，目前嘉义县内新住民的人数计共有13000多人，真侪人拢是农业甲渔业主要的生产力。这个纪录片透过食食文化来传承家庭的记忆，除了展现多元文化的包容，嘛希望培养新住民的自信，互因更加融入台湾的社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这几年，世界真无平静，有 COVID-19 疫情，也有战争冲突。今日开始有一场名号做希望和平爱的艺术展览甲演出，融合着这音乐舞蹈剧场科技等等。钢琴家罗家辉有创作音乐作品《向阳》，是写予伊的爸爸，也就是这白色恐怖受难者罗秀英。规百蕊的目睭感视着被关伫咧监牢内面的可怜人，黑暗暗，互人看袂到自由，无法度喘气。对着钢琴节奏的变化，无一时仔的时间，原本会教人的花，变做乌起咱的国花、日头花，规个世界变甲足温暖、足有希望的。表现一个360度，互你到这个虚实结合的这个意境里面去体会咱台湾的故事、台湾的创作。伫新冠疫情期间，全球面对疫情佮无情的战争，钢琴家罗家辉因为面盲着伊爸爸罗秀一，所以伊创作这首歌曲《向阳》写予伊爸爸罗秀一。嘛想到当时爸爸遭受到白色恐怖、政治迫害的苦楚，佮有即马世界遮尔无平静，要化解这个痛苦，拢需要爱，所以希望用音乐创作，祈求世界会当和平。3级警戒的时候，我们发表的时候，那我就做了一个梦，然后我就写了这一首《向阳》，献给父亲，来感念他为台湾还有民主牺牲奋斗的一个历程。除了钢琴表演，嘛运用舞蹈配合 AI 技术，同齐演出。白灵溪文教基金会30周年举办这场希望、和平、爱的表演，用台湾土地发生的故事来发声，希望世界会当早日充满自由甲和平。记者陈阿选、林旭凯台北报道。美国加州北部到这美加边境的西华地区，最近当咧落大水雨。气象单位预告讲，当地到礼拜进前呢，也有300毫米以上的雨水量。有专家认为讲，这本地拢是正常的天气现象，大气河流。但是这地球暖化造成水汽变质啊，将有可能限制北美西华的水灾受限连的。
车穿过真错漏的产业道路，水花喷真悬，边看过去规片的报道园已经淹了。这是美国加州中北部沿海的索诺马郡，为这个所在一路向北到奥瑞冈、华盛顿州加美加边界。最近因为一直传出大水雨造成灾情，专家认为这是太平洋的大气河流所造成的。Within the tropics, easterly trade winds converge along the equator to create a moisture-rich cluster of clouds, convection, and precipitation called the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or ITCZ. Disturbances in its flow transport immense amounts of moisture and energy from the tropics to the pole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tmospheric rivers account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oleward transport of water vapor. 外电引述的气象预报指出，丰富的水汽拄到高纬度地区的气温，这个礼拜六，各往东的蒙大拿、爱达荷加怀俄明州会有落大雪可能。When air encounters the mountains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forced upwards. The rising air becomes saturated, causing rain and snow to fall, particularly on the windward side of the mountain. The flow of air continues eastward, depleted of its moisture. 随上唔那北美西岸，台湾伫西太平洋原来会拄到大气河流带来的大水雨侵袭。台湾苏大地球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指出，35年来伫夏季差不多有20%至30%，登陆台湾的大气河流会伫中南部山区落大水雨以上的雨量。伫春季甲冬季，台湾西半部的大水雨差不多有60%至90%是大气河流造成的。Well, it's difficult to say exactly how this might impact atmospheric rivers specifically. Certainly, we do know that warmer air is capable of holding more water vapor. And so it's possible that a warming climate could result in stronger and more extreme weather. 真湿的空气拄到低温地势落雪，嘛发生伫澳洲，为北极来冷气团甲各地气温向压低10外度。为英国一路向东到德国甲波兰，各地气象单位分别向民众发出警讯，提醒大家无论伫厝的，还是出门伫路里，一定要做好各项预防措施，以免路面结冰储气，造成车祸甲人员受伤。公司新闻次家人编译。气象玻璃仔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看卖。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8度到2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9度到2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8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5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6度到2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